台东市警方烦恼讲，这个肉粽节5月1日连假期，台东市热门的景点观光景点有民众伫遮聚集，和这个防疫破空。所以讲呢，清水分局高美所在的员警特别到高美湿地去巡逻，宣导禁止室外10个人以上的聚集集合。湿地木栈道嘛禁止进入，希望讲民众要配合。总共一就是尽量卖出门。出门就是一定要戴口罩，因为现在3级了。 5月1日连假期，烦恼讲台东市的观光景点有民众聚集，清水分局高美所的员警这天特别去高美湿地大声放送巡逻宣导，呼吁民众若无代志上好卖出门。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，一定要戴上口罩。10人以上，我们就会加强的盘查，然后取缔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劝导了，遇到就是直接就是要开罚取缔了。 用假日的时，人真济，高美湿地即马剩无几个人，木栈道禁止开放，附近的店面。